斬啊！業主想住翻去到大別墅，所以而家狂斬80個。而家我哋睇嘅係你一套下疊嘅複式，產權面積183平，實用3層啊，高達430平。我依家喺呢度單位嘅下沉式花園，下沉式花園最正嘅就係私密又實用，唔怕俾人望到，又可以多功能設計。關鍵係冬暖夏涼。行到嚟室內呢個門口就係車庫入口，差啲漏咗講啊！呢個單位係帶2個車位㗎。喺君悦呢度好重要，嚟過嘅朋友都知。業主將成個負2樓打造成一個朋友接待區，同好友飲下酒、吹下水，招呼自己就係1樓啊！成個負2樓牆面都做咗軟包，塞緊1樓。全屋用嘅係大金中央空調，再加埋新風系統，保證成個空間都咁清爽。業主真係落足本，將呢度打造成一個高品質嘅私人會所。行到負1層啊，一共2房1衛，其中一間房 BB 瞓覺就唔打攪啦。呢間房咁闊落已經夠好住噶啦，由落地窗望出去，成個下沉式花園嘅景觀就喺你眼前。而呢間房嘅推拉門後邊仲收埋咗一個衣帽間。上到1樓啊，你真正買嘅係就係呢一層啦，成層183平。上到嚟樓梯口右手邊就係廚房啦。你哋自己睇下個廚房夠唔夠大啊？以後開 party 煮飯啊，幾大都得啊，再多人一齊下廚啊，都唔會撞手撞腳。再行前啲嘅就係公用衛生間同小朋友房啦，空間一樣咁好用啊！你想象下，細路仔喺度玩，一抬頭就見到窗外嘅園林，呢個成長環境幾健康啊！嚟到壓軸嘅主人房，呢個空間真係誇張到一成個公寓咁大。當時業主淨係裝修啊，就喺度抌咗300個落去啦。你睇下啲用料幾紮實啊！而且業主放話啦，除咗全屋嘅床佢攞走，其他嘅大件家具全部留低，真係買翻幾張靚床，你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仲未講過聽啊，客廳足足30幾個平方啊，南北通透。雖然1樓啊，但前後窗一開就可以嘆到自然風啦。再出嚟陽台呢度，我哋感受一下呢個小區嘅園林，安靜舒適。成間屋睇完啦，430平實用面積，關鍵係業主自斬80個之後，399個呢個價，仲要帶2個車位，直接俾你無批價入住裝修豪宅。想進一步圓夢嘅你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快啲留言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